有個漁夫，因為捕魚技術非常厲害，被附近人尊稱為魚王。但到咗晚年，魚王卻非常苦惱，因為佢3個仔捕魚技術都好普通，甚至比唔上一啲技術遠不如自己嘅漁民後代。魚王經常同人抱怨：我明明已經毫無保留教晒佢哋，點解佢哋仲係學唔識？佢話由仔女細個開始，自己就已經手把手教佢哋捕魚，由最基本開始，點樣織網最容易捉到魚，點樣划船先唔會驚走魚群，點樣落網收穫最多。等佢哋大個之後，又再教點睇潮汐，點辨魚訊，點分析天氣同水流。自己一生辛辛苦苦累積返嚟嘅經驗，全部毫無保留傳授俾3個仔，但結果佢哋始終成長唔起嚟。有一位路人聽完之後，問咗魚王一句：你一直都係手把手教佢哋？魚王答：係啊，我好細心，好耐心咁教。路人再問：咁佢哋係咪一直都跟住你學？魚王答：係啊，我唔想佢哋行冤枉路，所以一直帶住佢哋。聽到呢度，路人笑咗笑：咁你問題就喺呢度，你只教咗佢哋技術，卻冇教過佢哋教訓。因為對一個人成長嚟講，冇經歷過失敗，冇親身撞過板，好多能力其實根本建立唔到。有啲嘢唔係靠聽就學得識，而係一定要自己跌過、痛過、犯過錯，先真正明白。所以有時候，父母太保護，前輩太照顧，反而會令人失去成長能力。因為真正令人成熟嘅，往往唔係成功經驗，而係失敗教訓。成功方法可能人人都差唔多，但失敗原因卻千奇百怪。如果一個人只係不停聽成功故事，以為照住做就一定成功，其實好容易跌入盲點。因為別人成功嘅路未必適合你，而真正屬於自己嘅能力，好多時都係喺一次次失敗入面磨出嚟。所以人生最珍貴嘅，未必係有人幫你鋪好條路，而係你親自跌跌撞撞走過嘅路。